抽水机马达这12伏特的啦，空烧啦，抽不到水，空烧，烧坏掉了。你看，连这个滤网都坏掉。你看那个12伏特的马达，到这里而已了，短的到这里而已。用那个钢锯来锯的。你看啊，这个到这里而已，马达这么短的，到这里而已。你看，可以。所以马达是只有这样短的。12伏特的，12伏特打草机的马达也是12伏特的。如果换马达，那个轴心的问题要处理，轴心大小的问题。